车，下车，检查。哟，东邦人呢？是啊。东邦女人太脏，我们不要。南方来的姑娘就是不一样，要风度不要温度。卖酒你不跟我库尔曼商量，这事行吗？干嘛呀？抽税呢还是拿人呢？知道这是谁的车吗？这是咱们东邦贺江的车。不要以为你打翻几个幼老就搞不清楚自己是谁。你头上的赏金封顶了也就1000万，但我唐家荣的身价至少有几个亿呀！我就他妈奇怪了，总有些人以为自己高人一等，说起话来天都是他家的。你对钱感兴趣吗？不感兴趣。到目前为止，灵狐已经战胜了12个沙南码头找贺江，该讨的讨，该赔的赔。